水个好，古前解说两句啊，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迄天我去找阮知己的，古前啊我知，恁知己的就是北部电台名主持人阿国啊名，甲你同一个国对。有咧收看解文说理节目的朋友拢知。我哋去到伊的办公厅坐落尔，伊甲国前啊讲，国前啊，你注意甲我看这本客话书，人招我的投资讲成本道理，你原来来参加好无？台湾话成语成本道理，这台湾人家己发明的。那华语的成语书典是查无即句，胜者形容词，即胜；倒者当然就真济，啥物济？利润济嘛，本钱甲利润相对比，这个生意绝对值得做啊！成本道理呢？淡薄仔投资尔，赚大钱呢。结果国前啊，去画书甲变咧，我才甲阿公兄解说，讲吼大哥，我是大众媒体界的公务人员，那赚淡薄仔收入，照顾家己的家庭，贷款厝体来袂起，我就真欢喜啊！啊，我甲你讲，人若要好业，唔通安尼惊心论命。朋友，即句安那台湾话四字的成语，安那。甲社会咧行搭有牵连，原来甲做事业往来有牵连的成语。惊心论命，惊就是惊吓，论就是提心吊胆。意思讲惊袂着顶，唔通安尼地惊死，放惊飞，安尼你要做啥物好头路？国前啊，继续甲啊讲兄背会，讲毋是啦，我逐月日看到银行寄来厝体的贷款金额还佫遮悬。我着爱认真做工课，我着爱拼这条月底的贷款。啊，国前啊，你若真正要出来请拼，简单讲，兄哥甲你教一句话尔：有学无博，你咧惊啥？朋友，这句由原来是国前头拄我咧讲，甲做事业有牵连。台语四字的成语，台湾人家己写的。有学，这个学，台湾话解说，就是买一样较贵重的物件。咱讲学厝、学餐园。学一台进口车，较贵重的才有讲我做学，无迄个学一级别、学一张纸的无啦吼。有学啊若无博，你互银行甲你拍卖，啊这间厝贷款无在条粒，你甲脱手就好啊！你咧惊啥？当然啦，好朋友。啊，讲兄妹仔会招我讲投资遮大条的生意，我是编一个短的故事甲你研究，研究台湾话的生意内底内涵艺术的所在。